而今日嘅賽會工作人員係李怡信同學。在此先多謝三位評判喺繁忙之中抽空出席為我哋擔任評分嘅工作。佢哋分別係香港大學粵語辯論隊前隊長方玉華小姐。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粵語辯論隊前隊長趙俊傑先生。香港大學書院中文辯論隊教練袁家樂先生。今日嘅辯題係問上花關愛隊撥款對社會發展利大於弊，正科為聖保羅男女中學。作為聖公會曾肇天中學。喺介紹雙方辯員之前，讓我先為大家講解今日嘅賽規。今日嘅賽制為5、4、4、4、5，即雙方主辯及結辯各有5分鐘嘅發言時間，副辯則各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發言次序如下：先由正方主辯發言，接着係反方主辯，然後係正方一副，如此類推。當反方3副發言完畢後，將會進入台下發問環節。雙方需以梅花間竹嘅形式各自發問3條題目，並由正方開始，發問嘅時間為1分鐘。接着台上辯員有1分鐘嘅準備時間，然後需派出一位辯員回答問題，時限為1分鐘。而台下發問及答辯都會計分。當台下發問環節完結後，雙方將有3分鐘時間準備結辯，先由反方作結，然後由正方作結。接着計時方法，當法定時間尚餘30秒嘅時候，會鳴鐘1下，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當法定時間完結嘅時候，計時將會鳴鐘2下，以示發言時間已經完結。接着會進入15秒嘅緩衝時間，15秒緩衝時間過後，即第16秒開始，計時將會鳴鐘3下。接着便會開始扣分，扣分制度如下：每5秒為1單位，不足5秒仍當5秒計算，最多扣除31分。當辯員超時25秒後，計時將會鳴鐘數下。此時辯員必須立刻停止發言，而台下發問環節則維持緩衝時間，發言時間以計時碼標為準。比賽進行時所採用嘅語言必須為廣州話，除書名、人名及將名詞外，其他方言及外國語言一概不得使用。當辯員喺發言環節內使用外語，主席會喺發言環節後期請評判讓評判自行決定是否對該項提議進行分數調整。各台上辯員於比賽進行嘅時候，不得與台下觀眾有任何交流。今日雙方主辯有冇任何問題？就外表分佈上面，如果可以俾評論參考。正方申報嘅外語係 KPI。關鍵字係靠字標，咁話俾正方用翻靠字標。雙方主辯仲有冇其他問題？假如唔夠嘅話，就開始介紹雙方辯員。首先係正方聖保羅男女中學，主結為黃心如同學。一副為卓心如同學，二副為張雅詩同學，三副為李國君同學，然後係反方聖公會曾肇天中學，主結為張曉君同學，一副為李樂怡同學，二副為李思欣同學。你有5分鐘嘅發言時間，總到推出嘅嘗試。在各位大家好，政府喺2年首次提出設立關愛隊，取代原有組織運用嘅居民互助委員會，以支援政府地區工作，反映民意，推展關愛活動，並協助處理突發事故。系統化後，全港18區分為452個小區，每小區1隊，由唔同服務團體承辦，必須符合遴選條件，例如具備地區網絡同埋服務經驗。服務建議書需要符合該區民情，再由民政處針對建議書設立關鍵績效指標。關愛隊每隊8至12人，由1位民政事務處專員擔任接種指揮，而義工均經過維修、護理等專業訓練。會期結束後，政府會向市民提供工作及財務報告。所謂恆常化撥款，即係由2年嘅試行期正式過渡去到今年嘅落實期。政府
年設為一期，每期提供120至180萬嘅撥款。撥款係運行嘅必要前提，因此恆常化撥款等同於繼續推行關愛隊。而社會發展根據世界認同，即係一個社會趨向嘅願景，具有凝聚力同埋抗逆力，當中所有人都能享受公共服務，並且有對時事嘅話語權同知情權。要衡量辯題成立與否，就必須審視關愛隊繼續推行能否促進以上目標。我方贊成辯題原因有三：第一，營造互助互愛風氣，促進社會凝聚力同抗逆力。關愛隊成員均為義工，嚟自社福同埋街坊福利會，有退休社工、技工等，運用對該區嘅熟悉、自身經驗服務街坊。民政局局長麥美娟都指出，撥款全數直接用喺市民身上，因此同類型服務如果唔動用義工會貴3倍。各隊根據當區人口組成，集中關愛唔同群體，例如有8隊由離港多年嘅少數族裔組成，深入社區為同鄉提供家訪翻譯，助其融入社區。家庭密集嘅區就注重喺兒童服務上，趁兒童節舉行親子工作坊，拍攝全家福，亦都同醫院合作進行兒童過敏症篩查，由康樂去到健康，以關愛凝聚社會。面對突發情況，關愛隊發揮號召力，例如超強颱風吹襲嘅時候，荃灣隊輔助消防疏散人民去到庇護中心，並提供物資清理現場，輔助各部門善後，同居民同舟共濟渡過難關，提升社區抗疫能力。第二，貼切回應市民需求，成為政府同市民之間嘅橋梁。24年長者狀況及服務需要調查顯示，佢最需要嘅服務係家居維修同埋義工慰問同埋探訪，呢點關愛隊通通做得到。事實上，裝燈膽、扶手、陪診呢一啲被社會忘記嘅需要，何問議員太交界，專業人士太貴，但係關愛隊就啱啱好，個人化咁照顧唔同需要。目前已經提供超過36000次相關服務。荃灣隊總指揮歐家成亦都同意，關愛隊正好填補到呢一個漏洞。比起區議員社福嘅被動，關愛隊主動深入社區，已經探訪咗超過34萬個家庭，唔單止提供陪伴關愛、送上福袋，經過社署培訓，更加同時提供量血壓、黃斑點病變嘅識別同埋簡單輔導。同時，關愛隊除咗會提供塑膠徵費等最新政策資訊，並且將市民意見反映俾政府之外，已經轉介咗超過1200次公共服務，當中包括精神健康、經濟援助，亦都有超過300名長者經過轉介獲得資助安裝平安鐘。第三，系統化區內服務，擴大規模，提升效能。以往嘅互委會淨係覆蓋部分屋苑，例如零散、青黃不接。反觀系統化後嘅關愛隊，能夠確保全港冇服務盲區，而且服務質素同埋規模隨住恆常撥款監察系統嘅出現大幅提升。區議會條例提到，佢嘅職能包括同地區服務組織互相配合，而關愛隊正提供更多有心人士成為地區服務嘅心血。兩者嘅合作由各區區議會秘書處統籌，經過溝通後需要提交表格俾秘書處審批。例如西貢同樂日由西貢區議員同埋關愛隊帶領區內嘅弱勢社群參與活動，亦有合作統籌送暖行動等等。同時，每區區議會同埋關愛隊均由民政專員擔任主席同埋總指揮，促進協調，確保相輔相成，同時服務唔會重複。最後想問有方同唔同意社會發展從來都係各司其職、相輔相成，而唔係喺眾多服務團體中萬中揀一呢？多謝各位。主辯嘅發言時間為4分41秒，你有個小時需扣分。接在下方主辯，你有5分鐘嘅發言時間，請到請去計時事宜。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港府於23年強化地區治理架構，辯題中嘅關愛隊與原有嘅分區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防火委員會及區議會同級，由民政事務專員統合，但政府一直都冇恆常化撥款俾以上組織，唔同組織就需要就活動訂立計劃書，向民政事務處申請撥款。而根據24年施政報告，政府計劃會提高關愛隊撥款額，由每2年嘅80至120萬增至約150萬。我方唔反對可以因應需要上調關愛隊嘅撥款限額，但雙方討論應集中如何為關愛隊提供資金。我方倡
以撥款方式維持現況。關愛隊因應區情訂立建議書，經民政事務處審核再決定撥出嘅款項。衡量辯題就要審視恆常化撥款後能否妥善運用資源解決民生問題。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並非唯一選擇，窒礙資源運用。現時18區嘅區域組織，例如關愛隊、區議會等職責不一，各司其職。根據民政事務總署文件，關愛隊嘅目的係以地區為本，其工作範圍包括社區關愛，例如上門探訪獨居長者、幫助獨居老人維修電器等。而根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區議會職責包括就影響區內居民福利嘅事宜，以及區內公共設施嘅服務提供及使用，向政府提供意見。然而18區需求各有不同。以中西區為例，中西區區議員陳建強指出，區內泊車問題已經困擾多年，可見中西區更需要解決嘅係停車位不足嘅問題。再睇大埔區，當區衞生問題惡劣。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表示，全港衞生黑點共有738個，當中大埔區佔最多，達135個。可見比起提供社區服務，部分區域對解決其他問題嘅迫切性更高。但以上社會問題屬於關愛隊能力範圍外，應該交由區議會向政府反映，以及分區委員會就地方問題提出意見，更能滿足當區嘅實際需要。更深24至25年港府赤字達872億，喺資金有限嘅情況下，民政處理應進行把關，將資源投放喺做得更好、更貼合民眾需求嘅組織。若然恆常化關愛隊撥款，關愛隊就必定獲得公帑，資源落喺無法實際解決社區問題嘅組織，無法滿足地區真正需求，無助推動社會發展。第二，未能滿足需求，無法用得其所。根據民政事務總署關愛隊申請指引文件，現時關愛隊若然要申請資金，就要因應民政處擬備嘅各項目綱要，以及每區區情提交小區服務建議書，其中須訂明各服務項目，以及須於2年協議期限內承諾達到嘅服務水平及預算開支。民政處會審視建議書再決定撥款數目。然而，因應地區需求，每個關愛隊會有唔同嘅關鍵績效指標，例如葵青區中嘅葵芳關愛隊每年須為250至300個區內有需要嘅住戶提供證件相拍攝服務及提供身體檢查服務，以及為500至600個長者會提供資訊。而沙田區嘅新田圍關愛隊只需要為400個長者會提供資訊。正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文件顯示，截至25年3月，沙田區一共獲得2172萬資助金額，深水埗共獲得1500萬，而離島則獲得588萬。可見每區需求不一樣，會舉辦唔同活動，因而得到唔同金額嘅款項。既然恆常化撥款，代表不論有否建議書及建議書嘅優劣，政府都必須固定撥款至每隊關愛隊。若然倘若欠缺審查，政府無法知悉各區關愛隊會舉辦嘅活動，以及能否達到關鍵績效指標。換言之，政府喺唔清楚關愛隊能否提供有質量嘅服務嗰陣，就要撥款至各隊關愛隊。但全港452隊關愛隊需求都唔同，所需嘅金額亦不一，一筆固定僵化嘅撥款，只會導致部分關愛隊資金過剩，部分不足，最終令資源錯配，公帑無法用得其所。多謝各位。科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52秒，5個議員需扣分。跟住係正方一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咁再請你從事議員。各位啦，今日有方好荒謬㗎，我哋講要知道服務質素先可以有款，咁係咪真係做完2年嘅期之後再俾款你咧？但係冇款又點做服務咧？所以今日有方咧對我哋標準好高㗎，話方好似冇對症下藥，但係其實有方要求我方做到嘅係靈丹妙藥，又要我哋做交通，又要我哋做衞生，好離地㗎喎！點知5000幾個義工解決社會所有程度任何類型嘅問題，相反點解我方標準合理，唔好似有方咁樣見唔到呢5000個人專門就係做貼地嘅社區服務嘅定位，而衡量佢哋能唔能夠喺佢有限嘅職責範圍之內成為社會發展幾個指標嘅推動力咯。
員等等咧，逐個項目去批。而家現況關愛隊原來做緊呢嘅咧，就係每2年咁樣去批一筆錢。其實現況到底有啲乜嘢問題咧？咁甚原來今日有方話我哋冇彈性啦，但其實你逐個項目批更加冇彈性啦。咁甚至我哋見到嘅就係今日關愛隊嘅性質就係好多臨時性質嘅服務啊嘛，冇可能今日3嚟傾4等區議會批，再去買物資，只會構成行政混亂。現況完全有咩問題，有方講唔出嘅時候，唔明點解要為反而反啊？再嚟啦，有方同我哋講話區議會重疊，話議員都做到啦，所以見到有方都同意咧，以區為單位嘅服務有佢嘅必然存在價值。問題只係由邊個做？我方主面問有方係咪多管齊下，有方唔答，就係對我哋要求好高啦。但係我哋見到中西區區議會議員楊開榮都話，區議員主要係個諮詢嘅角色。係要同食環社福運輸康樂開會，人哋入理買機處理緊天橋、圖書館、交通衞生啊呢啲，我方唔反對你做啊。但係關愛隊今日幫你做緊嘅係燈膽扶手啊嘛，性質根本就係兩種程度嘅時候，佢都指出兩者可以發揮協同效應，例如區員受到長者需要協助。一啲小型嘅街區衞生可以出動關愛隊去幫手，關愛隊都可以向議員反映一啲嘅市民意見咯。所以今日我哋做到關愛隊嘅時候，當分工更加有效率嘅時候，區議員可以專注翻做油方講嗰啲交通衞生，咁樣唔係對大家都更加好咩？今日連議員都同意呢個比較有效率嘅分工嘅時候，到底油方有擔心緊啲咩咧？所以今日我哋從來做緊嘅都係喺區嘅層面上面史無前例咁樣加一隊義工隊，議員有需要可以動員，增加佢嘅行事效率，分工更加有效率。好似楊議員咁話齋，都係講服務性質，同埋關愛隊同埋3會成員嘅高重亦都指出，區議會同3會負責組織同埋協調資源，關愛隊就負責動員，兩者性質唔同。再睇撥款啦，今日油方講到批錢好多，好似擺落區議會就可以無啦啦做到好多嘢咁。但其實今日每個月除開第一課都係得嗰6萬，最多咪請多3個助理咯。但要設計佢主要任務依然係地區行政，市民有點做到同一筆錢俾關愛隊12個義工，全數用喺市民嚟得直接咧，所以唔明點解對油方嚟講多咗人落區服務對你嚟講係貴大於你啦。其實有方係咁講話咧，覺得佢嘅義務重，但係有方舉嗰啲例子咧係交通係衞生，但係其實我方有聽我方主面都知道，根本關愛隊都唔係做緊呢啲嘢嘅時候，兩者可以分工嘅時候，完全唔明有方今日反對啲咩咯。好啦，退一步，就算工作重疊啦，一個社區本身有多過一個社福機構，多過一個政府團體去服務同一班市民嚟，都可以落去重疊㗎。咁有方你係咪想共產計劃經濟通通都要同一個人統籌咧？其實講到尾呢啲嘅活動，呢啲嘅關愛咁多元嘅時候，根本就唔嫌多，婆婆能力收完一啲嘅出袋，有一啲嘅活動之後又下一個月又有其他活動啦，咁婆婆開心，大家開心，點解有方又唔開心咧？再嚟有方同我哋講話關鍵績效指標好固化，有方講到最大 OK，但係原來睇真啲，佢只係根據每隊提交嘅建議書內容，為咗確保佢能夠達到初始訂立嘅目標而限制為下呢一個嘅指標嚟去防止佢走數啊嘛。當公務員都落緊呢個制度嘅時候，我見到一直以嚟都行之有效，現況都冇出現問題，所以今日有方講嘅所有問題都係佢自己講出嚟，而冇任何實質嘅證據咯。因心有方口聲聲話資源運用啦，但係冇講冇呢個關鍵績效指標，只會令到資源運用更加混亂嘅時候，唔明點解有方要為反而反啊！多謝各位。4分02秒，未有過程同區扣分。再反方一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仲有整體嘅提示意。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一副網方話跟現況有咩問題？所以見到啦，原來有方根本理解錯咗辯題，見到係辯題嘅恆常化部分，原來係現年提出未做嘅新概念，所以我方立場一直同你講緊係要跟現時做法，所以有方你只係論證緊現時做法對社會發展利大於弊，根本唔係論證緊恆常化部分。咁我下個辯位直接交出啦，恆常化部分後究竟多咗啲乜嘢分別？而呢個分別點樣對社會發展利大於弊？再睇有方論證粗疏。主編咧其實只係同我方論證緊關愛隊有利處，所以就等於要恆常化撥款佢。但係方你只係論證緊關愛隊的存在對社會發展利大於弊，而唔係恆常化呢一個嘅機制。我方從來都冇反對過關愛隊嘅付出，而係雙方要集中討論點樣撥款俾佢。我方唔係否認話佢做唔到嘢，而係要點樣俾筆錢佢先可以效益最大化。然後有方咧又打稻草人，一副同我方講緊，我方話而家嘅績效指標固化，但我方主編完全冇講過而家嘅績效指標固
腐化，反而係見到係而家現行制度好，現行制度足夠，所以跟現行制度做。而一個位置啦，我哋從恆常化嘅撥款嘅手段、成效同對象出發。我哋先睇手段，有方主編方案唔清唔楚，主編話咧落實後每隊120至180萬，但幾耐批一次，每隊有咩分別，跟咩準則批，完全冇交代過清楚。所以方下個辯位啦，同我方解釋清楚你嘅方案下，恆常化撥款要撥幾多俾每一隊，而有方理解錯誤，話咧冇撥款就做唔到嘢，但現行嘅制度已經係每2年就審批一次，已經撥緊錢，幫佢隊做緊嘢，所以有方唔使擔心佢冇錢做嘢。而有方冇交代清楚過恆常化，我方話你知恆常化係咩？原來恆常化撥款嘅重點咧就係固定俾錢，政府要持續不斷資助幫佢隊，而甚至係咧唔使睇計劃書，因為見到原來教資會撥俾資助大學嘅經常補助金咧都係屬於恆常化撥款，大學咧就唔需要交計劃書，政府每3年撥一次，款項全靠大學自己衡量，所以見到嘅係恆常化就等於唔需要計劃書俾組織全權自己運用，所以有方你要論證恆常化嘅好處，就係要論證唔經民政處審批交俾關愛隊自己用嗰一筆撥款有乜嘢好處，再睇成效。有方第二個論點同我方講話，而家可以貼切回應到市民嘅需求，但係我方咧，我方唔否認有啲長者佢需要家居維修，佢需要人去幫佢，但見到嘅係原來唔同區有唔同最重要嘅需求嘅時候，有方你自己一副都承認而家每區嘅需求不一，見到係原來咧北區同你講佢係幹道停車場呢啲基建設施不足，關愛隊點解決咧？有方你關愛隊解決唔到嘅時候，點解唔直接將筆錢交俾民政處，由民政處去批，去交俾最需要錢嘅機構咧？而家有方話而家機構有唔同嘅分工，但我哋見到一個問題係咩咧？政府嘅資源有限，雙方你都知道分工有明確嘅時候，就應該俾筆錢嗰區最做到嘢嘅機構。而方你完全承認講，我方唔明點解你仲要夾硬將一筆錢留俾關愛隊啦？最後咧，我哋睇有方恆常化撥款嘅對象，我哋見到今日恆常化嘅對象一定要係嗰個開支可以被量化，見到係財政預算案入面恆常化撥款嘅經常性開支咧係衞生、教育同社福機構，而呢啲咧通通要被直接計算，好似撥款俾教資會資助學生學額咧，幾多個學生要幾多錢，今年有幾多個學生我要俾佢幾多錢，呢啲通通可以直接人頭咁樣計，但關愛隊需要嘅資金咧從來都唔可以直接計，因為區民多啲唔代表佢需要多啲錢，而佢服務多啲亦都唔代表我需要批多啲錢俾佢。見到係油尖旺區同荃灣區嘅關愛隊數目只係差一隊，但根據民政局數字，截至25年3月，原來咧嗰2隊嘅獲撥款額係爭成200萬，所以見到係原來今日有方你完全冇交清楚個點樣計，甚至關愛隊嘅資金都冇辦法去直接人頭計算嘅時候，有方你係要做嘅係要睇計劃書，要俾政府確認佢做緊啲乜嘢啊嘛。而見到有方嘅終極立場咧就係做到嘢就要撥款嘛，所以咧見到問翻有方啦，分區委員會、撲滅罪行委員會、防科委員會係咪要通通都要恆常化撥款晒咧？多謝各位。多一組嘅發言時間為4分06秒，未有過程必須抽分。就係警方議副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本章嘅呈示議。在各位大家好，有方剛同我哋講話恆常化嘅定義，其實咪就係維持現況咯。根據恆常化，所謂恆常化撥款，即係從2年嘅續限期正式過渡到今年嘅落實期，所以其實係維持現況冇改變㗎。有方同我哋講話透明度低，但其實我哋已經一早公開個計劃書，就係2年1次嘅撥款，並唔存在透明度低嘅呢一個情況。有方同我哋講話俾錢會等於冇攞款，但係其實有方同今日咁信一個區議會，其實我方同你講啦，今日入面好多隊長都係前區議會會員，所以唔會有資源錯配嘅問題。有方今日開場先係直接否定咗關愛隊嘅實際業績同埋存在價值，但係由頭到尾都冇論證過到底關愛隊嘅存在帶嚟咗乜嘢直接有凌駕性嘅弊處。所以我方主編今日俾出嘅資訊，完全就反映到關愛隊對社會發展係有利。喺推行關愛隊嘅時候，有數以10萬計嘅人得到關愛。當我哋見到如此龐大嘅實際數字，有方同學單以同我哋講話唔回應需求到底撒手和方，實在係講唔過去。所以講到尾，今日有方同學論證議題嘅方法，只係一味將關愛隊包裝到人民不值，同我哋講話關愛隊問題多多又冇成效，完全就係直接邏輯，覺得細節上嘅問題就等於完全冇助於社會發展。
有方同學今日俾出嘅例子，只係同我哋講話一啲嘅實行阻礙啦、低透明度啦，或者關鍵績效指標。就算我方今日退一萬步，如果有方同學今日實在擔心呢啲問題，明明都可以係恆常化後撥款迎刃而解。例如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已經講過，民政處同埋關愛隊服務協議為期2年，協議到期後就會將工作目標同埋工作績效指標告知大眾，意味有方同學今日嘅講法喺恆常化撥款後將不復存在。有方同學今日又同我哋講話，關愛隊同埋區議會嘅工作有少部分重疊，就同我哋提出話要去維持區議會。首先有方同學嘅一個邏輯謬誤，工作重疊到底點解直接等於資源浪費啊？甚至話係一個比呢個簡單嘅類比啦，當兩個慈善機構同時向老人家派米，而有方同學依家做緊嘅嘢就係指責話兩者都派緊米啦，浪費晒資源。更甚嘅係話啲老人家唔需要呢包米，因此兩間機構必取其一。但事實上有用嘅嘢同埋關愛又點會嫌多呢？而根據有方同學邏輯，補習社同學校都係教書咯，係咪要全部補習社都執笠啊？再者，我方根本見唔到你哋嘅優勝之處，而同大家又再科普下現行嘅機制啦。其實全港9033間嘅非政府機構都有受到數量不等嘅資助。既然見到關愛隊咁有成效又願意服務，我方唔明白點解撥款支持佢哋嘅成本支出係有問題嘅。陪產自己去啦，輪椅自己推啦。其實有方同學今日真係好離地咯。係啊，搬燈膽對我哋嚟講好容易，其實張凳就得啦。但係老人家唔係啊嘛。對於一啲做咗假關節啦，或者骨質疏鬆嘅婆嚟講，其實對佢哋嚟講，呢啲都係對佢哋嚟講好有需要㗎。正正係呢個社會好似有方同學咁樣，意識唔到一啲咁瑣碎嘅需要，所以我哋先要提出一個新嘅服務渠道去滿足咯。問題從來都係有程度之分，因為我哋咪就滿足咗呢一個嘅漏洞咯。一般同學咪覺得市民唔需要關愛，淨係需要搞交通衞生就足夠啊？多謝各位。全場嘅利處話更多活動，甚至更多派米、更多關愛活動，通通都係基於更多資金，而並非辯題討論緊嘅恆常化撥款嘅好處，而提供撥款金額、額外撥款，呢通通都可以做到理方立場下嘅利處，完全唔需要透過恆常化撥款，所以呢個機制冇必要成呢點確立咗。有方從來都唔係反對提高撥款金額，而係反對恆常化撥款呢個做法。依附位置從辯題兩組字眼出發，先睇撥款。咁講到依附，仲係同我哋討論緊恆常化關愛隊，而唔係恆常化撥款俾關愛隊。但係問題在於，你嘅定義係你自己作出嚟，有方定義係根據現時嘅現時做法正常嘅做法去推斷出嚟。見到嘅係乜嘢呢？若然恆常化撥款俾有計劃書嘅隊伍，同現時做法冇分別，唔係新概念，唔係現年嘅新概念，亦即係唔係討論緊辯題。所以今日真正嘅恆常化關愛隊撥款嘅定義係啲乜嘢呢？係不論有冇計劃書，民政處都要定期俾錢關愛隊，計劃書差或者冇計劃書就唔俾錢，即係撥款會中斷，就唔係定期固定撥款俾關愛隊，就唔係論證緊辯題。所以再睇第二組字眼關愛隊。有方一副直接承認關愛隊有部分需求解決唔到，或者分工關愛隊唔可以一個人攬晒上身㗎嘛。係，所以我方首先我方要確立一點就係我方完全唔否認關愛隊派米啊、關愛行為呢啲活動嘅付出，但問題就係在於唔同組織、唔同功能解決唔同需求。有方呢點都同意㗎，但係問題係在於有方論證唔到每區市民全部都對關愛隊嘅需求係最大，所以唔應該只係撥款恆常撥款俾關愛隊咯。見到嘅係咩咧？應該要由民政處判斷分配市民對咩先係真正嘅最大需求，咩機構先可以解決到呢啲問題，先再進行撥款。即係簡單啲嚟講，係要透過建議書。所以見到嘅係而家中西區泊車問題、北區設施老化問題、荃灣區樓齡過大問題，關愛隊通通都解決唔到，有方都唔知邊個需求大啲，所以應該由民政處判斷。而問題在於現時政府唔同機構嘅撥款都越嚟越少，最新
財政預算案，各政府部門削減7%經常性開支，撥俾成個社福界嘅錢少咗17億，連立法會議員狄志遠都話係削無可削，入骨人肉。所以既然要恒常化撥款俾關愛隊，就等於每年要使多2.7億。見到政府資源真係有限嘅時候，根本上係冇理由有錢恒常晒恒常化所有有用嘅機構。所以簡單啲嚟講，就係要根據市民最大嘅需求去下結論咯。有冇今日貿然就係已經係一刀切將恒常化撥款俾關愛隊，俾佢哋咁多錢，俾佢哋亂嚟嘅時候，根本上係唔可取。其次啊，見到因為恒常化撥款冇建議書嘅情況下，會出現啲咩事咧？就係現時唔同嘅選拔制度，例如話3會啊，通通都係根據要先提交建議書俾立法會同民政處，佢哋審完之後再決定3會能否進行啲活動，目的係在於防止啲錢唔知用得不明不白，唔知去咗邊度，甚至係搞咗一啲失敗嘅活動出嚟。所以現時建議書嘅作用係可以防止關愛隊搞出一啲唔出得街，甚至冇成效嘅活動，喺出現損失之前及時止損，點都好過有方完全冇建議書俾佢哋亂嚟搞咗一啲唔好嘅活動。所以見到嘅係建議書好重要，所以恒常化撥款根本上冇建議書咩都做唔到嘅時候，有方根本上唔係論證緊辯題。多謝各位。科議會嘅發言時間為3分51秒，你有個全部需扣分。接着係政方3副，你有4分鐘嘅時間，一個總計數字。各位大家好，因為有方好幾日有天，佢全場點樣出嚟同我哋講話，因為冇計劃所以恒常化撥款，但事實係咪真係咁樣呢？施政報告2024年同我哋講，而2年服務結束期之後要再提交計劃書再撥款嘅時候，咁係咪又係一個問題呢？所以今日有方嘅方案究竟係啲乜嘢嘢啊？嗱，佢哋主編就話我哋為錢方㗎，而政府又點出嚟講，我哋應該咧要增加個撥款俾啲區議員啊，解決佢哋咩白牌車啊、衞生問題啊，所以你個方案好矛盾㗎。其實有方今日講到尾咧，會擔心一個係錢，政府財政司唔同，因為同議題嘅社會發展有咩關係？我方唔反對㗎，你解決到市民需求加錢咯，有咩問題啫？我提升市民幸福感、提升市民福祉嘅時候，咁咪達至社會發展咯。再睇其實關愛隊撥款只係佔全部社福嘅0.24%，係咪真係陽光吹到夠重要咧？再睇啦。今日有方我話啲錢都用唔到，咁冇用㗎。唔係啊，嗱，今日關愛隊2年嘅服務期係未完，所以未交財政報告。而今日麥美娟自己話啦，關愛隊係唔夠錢用㗎。佢哋面對火災啊、水災嘅時候，佢哋係唔夠錢，要自掏腰包去買物資去解決市民需求嘅時候，甚至乎因為撥款不足，所以係冇辦法去請一啲全職嘅行政人員，或者甚至一個兼職都請唔到。解決問題要區議員捱夜去做呢啲嘅時候，咁係咪由方樂見嘅咧？嗱，所以先唔講政府增加撥款同議題中嘅社會發展有啲咩關係，我哋不如一齊嚟睇數字啊！嗱，關愛隊2年撥款6.7億，但係講到明只有15%可以用於行政開支嘅。由於係義工嘅本質，即係冇任何受薪嘅啦，而剩低嘅5.763億全部係用於買物資搞服務市民嘅。而今日有方講話，撥俾區議員、撥俾社福機構有個好大嘅問題，另外一件事人工。嗱，今日撥俾社福機構大部分嘢私人與薪酬㗎，例如聖公會福利協會1間，政府就撥咗8.9億俾佢哋啦，而仲有8億政府用於支付嘅薪酬，即係佔比係90%嘅時候，政府要撥款俾社福機構、俾區議會，有任何問題嘅時候，佢哋必須要俾人工，所以有方今日論證係，如果我今日要撥款俾區議會、撥款俾社福機構，有幾多真正落俾市民身上，亦都只係俾一啲嘅社福機構用咗喺行政開支咧，有方今日論證唔到。第二，再睇有個方案，佢哋咧又話要維持現況喎，但係又話要唔可以咁樣，因為太慢啦，所以佢嘅方案係乜嘢？要逐個批人，咁我哋點樣去喺3日經濟嘅時候，我哋要買一單位都要問政府攞撥款啊，咁又點樣做到快咧？好啦，睇完政府，再睇市民啊，究竟今日市民嘅需求係乜嘢嘢咧？今日有方講到話啲咩衞生啊，講到話啲咩交通更重要，我哋不如嚟睇下。我方唔反對呢啲係好重要㗎，但係市民嘅需求係咪就做唔到咧？區議會、社福機構做嘅係一個被動嘅角色，市
市民上門求助嘅時候，佢哋提供服務，而關愛隊做緊啲嘢係唔同㗎，佢哋係主動深入社區尋求問題㗎嘛。關愛隊除咗及時解決市民需求，係承擔咗問題發現者嘅角色。關愛嘅應該社會係被弱勢忽視嘅隱蔽老人，透過關愛隊支援長者及照顧者計劃，主動洗樓去辨識同埋支援一班被遺忘嘅一群。計劃喺荃灣同埋南區成超過1年，都接觸咗超過7200個獨居及雙老住戶、殘疾人士等等，主計超過1200次嘅福利服務，同埋為超過300人安裝平安鐘。試問今日有方嗰嘅區議會社福機構係咪做到關愛隊呢啲做唔到嘅嘢？定係有方覺得解決呢啲隱蔽老人嘅社會需求係根本係坐視不理咧？好啦，所以講到最尾，有方得翻一個擔心關鍵績效指標。嗱，有方就講到咧呢個指標咧好冇彈性嘅，就認真第一次。但有方知唔知關愛隊點樣輪選㗎？關愛隊嘅輪選其實我方主編一開始都講咗出嚟啦，要貼合民情㗎嘛。而佢個關愛，而佢個績效指標就係根據佢一開始嘅嗰份計劃書去提供，即係話佢譬如有方自己都識得跳出嚟講啦，話某個區佢需要搞多啲青少年活動，咁咪搞多啲青少年活動咯。所以講嘅係呢個關愛隊嘅績效指標，正正就係令到佢哋貼合民情，提供到貼合民情嘅需要嘅時候，咁有關愛隊確保佢嘅服務質素，監測住佢點樣去運用資源，咁啊可以確保佢嘅服務符合市民嘅需求咯。所以講到最尾，有方因為好直線邏輯，佢哋從來冇交代過佢哋嘅方案係乜嘢，點樣達到成效咧？多謝各位。4分零2秒未有過程無需扣分。接著向下方參照，你有4分鐘嘅排時間，準備好取得嘅請示意。最後大家好，一個字解決有方立場屈。咁有方屈我哋話我哋嘅關鍵績效指標話唔透明，屈我哋無視關愛隊嘅貢獻，屈我哋話現時指標唔好，但有方一個字都冇聽清楚。我方全場同你講啦，我方贊同現時嘅方案啦，但問題係有方你要舉出一個新嘅恆常化2年提出呢個新概念有乜嘢用處啊嘛，所以確立咗嘅係有方3個辯委都冇論證過恆常化撥款嘅好處，甚至同佢講話我方唔幫老人家嘅需求，我方由頭到尾都贊同嘅，都認同嘅，關愛隊係有貢獻嘅，所以今日我哋雙方都同意關愛隊係有貢獻係有用嘅時候，分歧就在於如何去提供呢個資金。咁有方咧同我哋醜化我方立場，我哋講話咧係咪唔理班老人需求啊？但係今日真正唔理緊市民要咩嘅咧係有方同主編開場好好聽，同我哋講話咧要各司其職，要相輔相成，講得好好。但係我今日根本冇睇過每區究竟要啲乜嘢，就係揞埋對眼，唔理點都俾咗筆錢佢先。我方主編同你講話，中西區要嘅係泊車位，北區要緊嘅係社區建設。你嘅關愛隊點樣幫佢咧？係咪關愛隊而家資金高到可以無啦啦幫你起棟樓出嚟咧？我方唔知道。所以見到有方主編甚至同你講話，有啲區咧會舉行一啲兒童上面嘅一啲資助服務啦，有啲區係幫老人家去安平安鐘啦，所以好直好啱㗎，就係每個區需要嘅嘢都唔同嘅時候，呢一筆固定嘅撥款點樣確保符合到每個區嘅需求咧？所以確立咗真正漠視市民需求，唔理市民要啲咩嘅係有方同學。而第二點，我哋講緊一副同你講過啦，恆常化係每年都要俾錢啊嘛，第一方3個辯委就糾纏話咩日我哋恆常化現時做法都叫恆常化㗎，但問題佢係唔跟現時做法，大家諗下係跟建議書，即係咧今年係有可能唔批你撥款嘅喎，有啲連續唔俾錢，難道都叫恆常化咩？我都唔理解，所以我哋睇翻真正嘅恆常化，有方要做到嘅咧就係無論關愛隊交唔交建議書，有冇呢個指標都要恆常地俾筆錢佢啊嘛，但問題唔遞交建議書，有方係咪任由佢做乜嘢都得咧？我方唔係話質疑呢啲關愛隊嘅能力，而係講緊佢嘅活動咧未必真係貼合社區啦，未必真係可行啦，未必真係夠人手啦，而呢一啲把關嘅措施係交俾民政處去定立，而額外服務咧都係講緊關愛隊要交俾民政處去審核，呢個審核嘅過程多咗一重把關，確保咗個計劃係可行嘅時候，係保障緊市民，亦都保障緊政府嘅資金運用合理。而有方議員就出嚟話啦，恆常化完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㗎，但係點解啊？落方2個論點所講嘅問題，有方你都冇解釋過啦，迎刃而解贏咗喺邊度咧？我方唔知道。即係跟住有方3個就同我哋講話，啲錢係唔會用剩㗎，因為現時撥款不足。但問題我哋睇翻現時係咪用喺市民上面嘅不足先？原來立法會議員陳勇同我哋講話，現時嘅資金咧係唔夠去維持地區中心營運，呢個係一筆行政費用，因為連政府係連呢啲行政費用都要俾埋嘅時候，有方你要搞清楚，關愛隊而家嘅承辦團體係私人團體，即係政府根本就冇責任去俾呢一筆錢佢。若然連水電煤都包埋嘅話，有方你嘅政府公帑用
取之不盡嘅喎。所以我見到現時政府已經俾咗15巴士可以預留去做行政開支嘅時候，啲已經人事已將已經做得好好。所以我哋見到有方都同你講話咧，好多建議書要有建書要有關鍵績效指標，我方通通同意。所以今日不同睇下有方立場下呢一啲會變成點，全部淪為空談。點解咧？因為俾完錢之後，約年到1年半嗰陣，發現關愛隊咩都未做嘅喎。佢質問關愛隊，佢可以同佢講話咩啊？仲有半年㗎，我哋而家半年做晒佢咪得咯？又或者佢頭半年塞晒啲活動喺度，用晒150萬，你去問佢嗰陣，佢都可以話嚇你俾我自己分配嘅喎，我嚟緊1年半唔搞活動又點啫？所以我都唔係質疑緊關愛隊嘅呢啲貢獻嘅呢啲能力，只係話現時政府公帑告急嘅時候，每一筆支出都唔應該建基喺風險之上。若然政府唔能夠預見開支，呢一個係咪就係我想見到嘅願景咧？我哋睇翻現時做法，原來咧係成筆資金會分幾次撥俾關愛隊。換言之，佢係希望佢成年可以平均咁使用資金。現時咧甚至係要半年匯報一次工作進度，佢可以實時跟住你係咪做到你要做嘅關鍵績效指標，可以確保佢有提供服務。所以現時嘅話下咧，關愛隊係唔會出現一次性使晒資金，或者話有服務空窗期嘅狀況，能夠確保資金用得其所，能夠確保市民有保障，呢個就係我方嘅立場。多謝各位。漠視一啲隱蔽老人嘅需求，但錯，因為我方3個同你講，原來真正漠視緊需求嘅係友方，我方唔係中斷關愛隊嘅撥款，我方係維持緊現況，唔去搞一個恆常化嘅新機制。即係關愛隊如果佢計劃書寫話佢想去探訪一啲或者去發掘一啲隱蔽老人去幫助佢哋嘅話，我方見到交俾民政處審批，如果合理嘅話，佢咪照樣有錢去做呢啲嘅時候，唔明友方點解話我方漠視需求啦？而見到係我方多次重新同你講，原來唔係個區最重要嘅問題都係漠視老人，都係隱居老人嘅時候，大埔區係巴士問題，大埔區係交通問題，然之後見到同你講九龍城區係設施基建問題嘅時候，通通個區都唔一樣。你幫你一筆錢淨係撥俾關愛隊，係咪關愛隊就可以解決晒上面嘅所有問題咧？所以見到今日友方嘅立場咧，只係將所有責任咧都抌俾關愛隊，就俾一筆錢佢話咧，哦原來關愛隊咩都做得㗎，但真係漠視咗友方。你一開始定位同我方講啦，原來關愛隊係負責
噓寒問暖式嘅關愛行動，見到係各個機構都不一嘅時候，應該分工，多謝各位。而家請反方提出辯論作第一條投答發問，你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好先得嘅小事宜。各位大家好，有方話恆常化就等於繼續推行關愛隊，但係變係恆常化撥款而唔係恆常化關愛隊。有方標準過低，恆常化唔係繼續推行，而係無論乜嘅情況都應該提供撥款。所以有方講得好，各地區組織應該各司其職。簡單問有方，關愛隊嘅職責只包括提供關愛服務，例如有方主編所講嘅慰問服務，但各區面對問題不一。九龍城區係設施過夠，沙田區係小額問題。關愛隊定不能解決以上問題呢？既然有方最後都要關愛隊轉交個案俾區議會，咁點解無論如何都要定期撥款俾關愛隊，而唔係由民政處統一分配交俾最適合嘅地區組織呢？多謝各位。而家警方有1分鐘準備時間。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最好但好，其實我哋而家咪做緊民政處咯，有方咁中意民政處，但係原來見到而家關愛隊嘅總指揮每一區都係民政專員去做統籌，一針同心心啊！你而家講到冇網管咁樣，但係而家原來區議員、秘書處都會去幫手去統籌，大家都喺度合作喺度統籌，其實有方又擔心啲咩咧？其實有邊個講過今日恆常化就等於無條件俾錢你？有邊個講過恆常化係要做指揮咧？有方由頭到尾都冇講過，但係全部都係佢吹出嚟嘅喎。即係例如今日啦，2蚊搭車，可能一開始試行階段嘅恆常化咪即係根據現有嘅嘢繼續去做啊嘛，所以有方好矛盾啊！一開始同我哋講話防火一次過批，而家又話逐個月批，而家我哋話山泥經濟唔得啦，而家又係咁改方案啦，再話又唔關民政事，但係而家關民政事啊嘛，再嚟佢係咁講區議會，我冇阻止你俾錢佢嘅，但係而家啲錢唔係佢嗰度嚟噶嘛，反而你想要由區議會直接俾錢佢嘅話，你咁樣先係真真正正分落嘅區議會嘅資源，去影響佢嘅服務質素，做唔到你嗰啲衞生，做唔到你嗰啲交通，所以今日從來睇唔清楚現況嘅係油方，睇唔清楚方案嘅係油方，前文唔搭後語嘅都係油方，多謝各位。我知啊，中西區要泊車位，北區要社區建設，咁咪區議會搞咯。但係今日社會發展講緊咩啊？唔係淨係得運輸衞生㗎。有方啊，唔係啊，我哋要講社區凝聚力，用個公共服務係照顧好嗰班我哋睇唔到嘅人。今日唔通淨係得最迫切嘅需要先值得被解決咩？而今日關愛義工最重要係乜嘢啊？係熱心，係了解社區。我方舉咗無數例子，包括一直以嚟做緊嘅都係多過政府嘅要求，而我哋都無法被量化。今日有方通通都睇唔到，即係各位。而家下方有1分鐘嘅時間。
咗可以由區議會分配撥款，問我方係咪今日完全漠視一啲社區老人或者其他嘅需求？我方答你唔係，問題係我方唔係反對撥款俾關愛隊，只不過係反對恆常化呢個措施啫嘛。所以而家一啲關愛隊佢關心老人，有方講嘅關愛行動可以繼續做㗎。問題係在於今日雙方對於恆常化嘅定義不一，有方話可以恆常化，你話恆常化車費計劃，都係恆常化緊個計劃本身，而唔係恆常化撥款啊嘛。所以有方今日講緊嘅，即係今日辯題討論緊嘅恆常化關愛隊係恆常化對於關愛隊嘅撥款，而唔係恆常化關愛隊嘅關愛係行動同埋關愛隊嘅計劃。多謝各位。而家請橙方提出為有辯論第二個問嘅1分鐘嘅發言時間，到聽嘅小時。各位大家好，有方所有論點都係講緊恆常化關愛隊，而唔係恆常化撥款。有方一副問點解要睇完關愛隊質素先撥款？係咪做完2年先俾錢？翻問有方係咪唔睇質量，關愛隊做咩都得，然後就一次過用晒150萬都冇問題？雖然我方提倡做所有活動之前到線教計劃書，跟現行做法每半年內照績效指標發放款項。雖然有方一副講得好，唔同地區組織應該分工，我方都知區議員係資深，關愛隊係會增減。所以當每區需求不一，點解唔係由民政處統一分配資源，按照每區區情，需要更多關愛服務就撥多啲錢俾關愛隊，需要改善政策就撥多啲錢俾分區委員會，按照問題提供意見。多謝各位。而家正當有1分鐘準備時間。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講專民政處啦。咁啊，負責批錢嘅係邊個？麥美娟。咁麥美娟唔係民政處係咩啊？民政處負責批錢負責文書，因為有方講到話民政處咁好，咁咪民政處做咯。其實有方好矛盾，個方案俾乜嘢處同交代喎？處邊同我講話要維持現狀，一日話要民政處同一批，咁你不如同我講下你個方案係咩先啦？仲要一副跳出嚟講話要增加區議會撥款嘅時候，咁即係你個方案講係咩咧？好啦，有方今日更加想行政化撥款啦，咁我問翻你啊，你行政化撥款，關愛隊邊度有錢啊？咁你幫我隊冇錢嘅時候，關愛隊就執笠嘅喎，咁即係所以求助本就等於資金鏈啦。再睇有方好啦，都貼合唔到民情嘅，但係輪轉嘅時候就咁追貼合民情嘅團隊去交計劃書，而個指標就根據計劃書去定㗎嘛。有方自己都識講啦，去唔同嘅區，咁個計劃書係唔同嘅，即係個指標都唔同㗎。咁點解？就因為佢貼合民情，佢每區有唔同嘅錢，就因為佢每區嘅需要唔同，所以批唔同嘅錢，根據唔同嘅指標，咁幫我哋做嘅時候有咩問題啊？施政報告講到話會根據而家幫我哋繼續交計劃書，有唔同有方幾日有錢嘅點嘢咯，各位。而家請方提出辯論第3條發問，你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到聽嘅小時。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我方講話要解決交通問題，但呢樣嘢根本就係區議會解決嘅。我哋今日只係去發掘有交通問題呢樣嘢，更甚者嘅係今日有方同我哋話要民政處批嘅，咁但係要解決突發同埋即時嘅嘢，係咪都要民政處批咗先呢？更甚者咧，咩有方講到關愛隊係會亂咁用資源嘅時候，但係我方唔明喎，今日會有投標，今日做得唔好係會有後果嘅時候，點解有方就自然覺得關愛隊就係會亂咁用資源嘅咧？其實有方今日全場都忽
哋民政事務處先可以批，先可以幫社區解決問題呢？多謝各位。而家8分有1分鐘準備時間。臨交多次建議書，但問題現時2年一度嗰個建議書已經有寫明一部分資金係俾你去貼咗呢啲突發事件嘅時候，有方唔需要擔心呢點。所以有方質疑緊嘅就係，建議書唔係我方唔係恒常法嚟，係我方作出嚟㗎。但問題有方我方今日係根據緊以往教資會呢一啲恒常法撥款嚟推論，原來咧佢係唔需要審查活動，係交由院校自行分配。而我哋見到3會嘅撥款咧係要交計劃書，所以政府文件會寫明這不是恒常法撥款。而有方同學就質疑啦，點解會亂用資源啊？佢有後果㗎嘛，所以確立咗有方嘅立場係亡羊補牢，而有方咧係等佢根本未做到件壞事出嚟就同你講，要批咗先，見到唔妥喎，咁咪唔批你筆資金咯。所以亡羊補牢同未雨綢繆嘅情況下，何者更好？一目了然。多謝各位。而家請下一方派出員就第3條為100蚊，你可以用到嘅發言時間去交張嘅指示。由方同我哋講話工作重疊唔等於浪費，我哋2間社福機構一齊派尾，點解唔好？但係唔係多就等於好，當2間社福機構做緊同樣嘅嘢，甚至其中一間做得更好，多資源有限，點解唔係撥多啲俾做得更好、更適切嘅組織？所以今日有方3副好有趣，同我哋講話財赤關社會發展咩事？問題就係而家政府冇錢，同當政府部門削減7%經常性開支，但係恒常化關愛隊代表每2年要送多2.7億公帑，而錢淨係得咁多。當每一區嘅款項嘅需求同沙田區要多啲，北區要少啲，有方要點計數？呢2.7億應該係照俾各區需求分俾最適切嘅地區組織，定係唔理佢用咗一世，唔理配錢會唔會有得直調俾關愛隊呢一個直選？而家政府有1分鐘準備時間。所以有方究竟今日睇，再各位大家好。所以今日有方究竟睇個情況先。今日政府講嘅嘢係所有關愛隊其中一增加50%嘅撥款，之後個撥款其實根據佢個計劃書咯，根據佢個文程去
佢同一地身家個問題係咩啊？關愛隊窮啊，佢要自推當買物資，佢要請唔嚟兼職人員，需要區議會捱氣處理文書工作，跟住有方覺得呢啲係咪問題先？再睇啦，有方今日標準好嚴苛㗎，佢唔知點解覺得咧，關愛隊好慢了解佢全部問題㗎。但係關愛隊咩嚟㗎？佢義工嚟㗎嘛，你泊車衞生又好咁擔心，呢啲咪交俾區議會做咯。咁呢樣嘢同關愛隊做嘅嘢係好重疊㗎。而家關愛隊你撥款俾關愛隊，咁你唔係恆常化俾佢撥款嘅時候，關愛隊邊度有資金啊？佢唔通靠啲人捐俾佢啊？咁關愛隊執笠嘅時候，係咪有方落田嘅咧？好啦，發問環節結束，而家雙方各有3分鐘嘅準備時間，準備要你而家可以開始。全場恆常化撥款，其實用一個好簡單嘅例子就可以概括有方，就好似今日媽媽俾生活費俾自己嘅小朋友，有方選擇嘅係做溺愛嘅父母，無條件相信子女，年頭就一次過俾晒成年嘅錢俾個女，個女攞筆錢嚟做咩冇所謂，個女幾時用筆錢唔在意，到最後如果個女半年就使晒所有錢，連飯都食唔起嘅時候，媽媽可能會心軟，會再俾多筆。但翻返嚟現實，套入關愛隊嘅例子，錢就得咁多，使晒就使晒。關愛隊又可以問邊個攞多呢筆錢呢？最後呢筆錢倒晒入鹹水海，問題又冇解決到，受害者只會係有方口口聲聲所講希望幫助嘅居民。
所以我方從來都唔係反對關愛隊對社會有貢獻，所以有方下個辯委唔好再講關愛隊做咗啲咩好事，因為我方都知道呢個係好事，所以從來唔係錢多就代表做得好，唔係唔理37/21俾咗錢就係有效，凡事都可以做得更好。資源有限嘅時候，更加應該將資源用得其所，放喺真正能夠解決當區民生問題嘅組織，令市民真正嘅需求被看見，得到適切上落嘅幫助。縱觀全才，由3方面總結：第一，關愛隊定位，一開始有方係知道關愛隊嘅工作範圍只係換燈膽、幫助家居維修等等，但後場就幫關愛隊越攬越多嘢。既然有方都知道關愛隊嘅職責有限，點解唔將筆錢俾喺作為統籌嘅機構，熟悉當區區情嘅民政處？例如中西區嘅防火委員會需要更大需求，咁咪撥多啲；沙田區分區委員會更迫切，咁咪又撥多啲款項俾佢咯。所以喺右方眼中好理想嘅關愛隊就係無所不能，但關愛隊只不過係一班人想貢獻嘅社會義工組成，能力有限，各區市民需求會有唔同。右方都知道要通過分工去解決市民要求。既然專業嘅事要交由專業嘅人去負責，所以我方就係通過撥款去唔同專業嘅部門分區處理區內需要，呢啲先係各司其職，呢啲先係真正對社會發展有用。第二，撥款做法，有方佢嘅邏輯好奇怪嘅，佢話咩？話維持現況就等於恆常化，但係恆常化撥款呢個係25年提出嘅新概念，有方居然係用23年嘅關愛隊撥款機制去論證。所以有方從來都唔知道真正嘅恆常化係咩，冇交代恆常化嘅撥款究竟有咩獨特利處，冇解釋過。所以現時我哋係我方係跟住其他部門嘅恆常撥款去判斷，因為佢哋都唔需要交計劃書就可以撥款，所以有方講嘅維持現況就等於恆常化係冇根據。然而有方嘅中立立場又喺啱啱嘅台下法案出現，就等於多咗錢就等於好。但我都講過，如果多咗錢係可以通過提高計劃書嘅撥款上限，去幫助佢哋去做更多嘅活動，去有更多嘅資金去應對突發情況。所以恆常化冇用呢點，我方確立咗。又或者我方討論緊嘅係政府持續撥款俾關愛隊，會導致佢冇辦法貼合關愛隊真正嘅需求。我方係未雨綢繆，謹慎咁使用每一分公帑，避免會撥出過多嘅資金，會經過民政處深思熟慮先決定要唔要撥款，力求將公帑運用喺真正能夠推動社會發展嘅地方，令資源用得其所。第三，對社會最好嘅辦法，有方今日好天真嘅，淨係認為只要對社會有用嘅部門，通通都可以獲得足夠嘅資金。但有方根本就冇考慮過實際情況，甚至話政府財石唔關愛隊撥款。但現時政府資金不足，甚至要通過取消各項嘅補貼，例如交通津貼，例如學生資助，去節省政府嘅開支。所以喺資源有限嘅情況下，要做到最好嘅做法，就係要將撥款交給能夠解決各區市民最迫切問題嘅部門，先可以解決最緊急嘅問題。我方從來都冇否認過關愛隊的確對社會好有貢獻，而市民都係對佢有需求，能夠幫助到市民去解決部分需要。我方都希望能夠解決市民所有嘅需求，只可惜現時政府資金不足，冇辦法將資源投放喺所有範疇，因此維持現況撥款機制，按照計劃書決定撥款係最理想嘅做法。而恆常化撥款方法唔平，價錢唔平，關愛唔成。多謝各位。反科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58秒，未有過節無需扣分。最後有請正方主辯就5分鐘嘅時間作辯。咁有請嘅同事。在各位大家好，大家都話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經濟發展高居世界前列。有分為住喺中環嘅摩天大樓上面，俯瞰緊嘅係維港嘅美景，感嘆香港繁榮。理想化咗個現況，作咗個假嘅方案出嚟，話要一筆一筆慢慢批，但係見到嘅係深水埗、觀塘呢啲落後地區，有婆婆住喺劏房，連一個杯麵都買唔起；有個病咗嘅東南亞裔小朋友，因為語言障礙唔敢去睇醫生。呢啲由方忽略嘅現實喺每一秒都有可能發生緊。
嘅政府部門，關愛隊知道邊個長者有長期病患，邊個家庭有經濟困難。而家恆常化撥款用得其所，可以繼續維持翻呢一個嘅關愛隊嘅作用。咁點解有方會講到十惡不赦呢？縱觀翻全場比賽，雙方都同意關愛隊有用處，但係我方認為恆常先係好，有方覺得逐批、逐筆批先係好。我哋亦都唔難發現有以上分歧。第一就係關愛隊嘅定位上啦。關愛隊本身就係一個地區層面嘅義工隊，有方今日攞咗個教師嘅類比嚟同我哋論證一個有地區層面同埋政府統籌嘅關愛隊啦。咁根本上係都唔係公共服務，係冇佢嘅可比性啦。退一萬步嚟講，其實教師都有監察系統啦，咁佢都唔會令到啲教師係亂用嗰一筆撥款嘅喎。跟住之後啦，有方咧就係目光狹窄啦，佢咧就將個優先區內嘅次序定咗落去喺衞生嗰度啦。但係我哋講緊其實醫院都有衞生次序啦，咁邊一區係冇長者係冇一個獨居冇呢一個嘅隱蔽老人嘅需要咧？咁所以見到其實山泥傾瀉啊呢啲突發情況更加優先嘅時候，唔明點解有方嘅優先次序擺咗落去衞生嗰度咯？第二個分歧就係恆常化咗之後嘅方案啦。今日咧，三副同我哋講話我哋屈啊，但係屈嘅其實係佢哋啊，佢哋嘅論證基礎咧係擺咗喺二副話恆常化後嘅制度係唔會繼續推行建議書上面，所以會影響佢嘅質素。有方法都認同咗佢嘅地處，但係從來都冇一個議員講過恆常化之後嘅政策會改晒關愛隊嘅體制，冇人講過話2年1期，佢係唔會再去審查啲團體，睇下會唔會下一排之後嗰一期去繼續執行啊。而且亦都睇到，其實民政團體會睇翻建議書再決定資金金額啦。有方個方案係吹出嚟㗎，連李家超、麥美娟施政報告都講咗，佢喺下期會提供工作同埋財務報告，維持翻現有嘅制度。所以而家嘅恆常係講緊繼續推行撥款，唔明點解有方二副會話喺目前睇到可預視嘅未來就係呢個方案變咗，或者佢自己虛構嗰個方案出嚟咯。再者講緊嘅就係恆常化。譬如話恆常化2蚊搭車方案之後，係咪每次人上車嘅時候，佢都要去問民政處俾唔俾錢佢先至可以搭車咧？見到就係唔係嘅時候，我哋開出咁，所以其實有方就係點解會有呢一個弊處咧？第三個分歧就係地區性分配嘅作用啦。今日有方同我哋講有區議會有3會，我哋先睇區議會啦。其實咧兩者嘅關愛隊同埋區議會嘅性質都唔一樣啦。區議會係討論政策，考慮加唔加條天橋，加唔加個巴士站。關愛隊就係入區了解需要，再反映人嘅意見。所以有方論證唔到係咪452個小區所有嘅區議員都有時間做個慢慢了解街坊嘅需要嘅時候，咁有方憑咧否定我方嘅理處咧？再講3會啊，今日有方用3會嚟同我哋論證關愛隊唔應該恆常化撥款，但係見到3會嘅定位本身就係運用對地區事務同埋人事嘅熟悉，去物色一個合適嘅區議會人選，而關愛隊就係注重實際關懷活動啊。所以有方點解會用一個定位唔同架構嚟論證佢哋本身嘅基礎咧？回歸辯題其實對於市民嚟講，社會發展最需要啲咩咧？香港自開放以嚟，行政立法都由總督直接任免，市民訴求有苦自己知。80年代地區行政計劃正式實施，區議會由地區層面施政，同時互助委員會由屋邨代表了解所屬大廈嘅需要。隨住社會發展，互委會因為樓宇管理模式轉型而息明，喺20年解散。但係不變嘅係街坊之間嘅呢一份互助互愛嘅關懷。有方眼中簡單瑣碎嘅事，對於一啲弱勢社群嚟講就唔易做到啦。你而家逐筆批嘅話，咁咪冇咗佢嘅必要，就冇咗佢嘅迫切性咯。關愛隊最嘅正係一家有事全家拍門。當我哋可以為一棟商場同觀塘嘅噴水池撥款1000億，點解就唔可以為拯救多幾條活生生嘅性命，延續呢份互助互愛嘅情懷投資咧？比賽暫時告一段落，而家佢哋會收分片之後就繼續。
首先我哋有請香港大學協調辯論隊前隊長方玉華小姐為我哋作出評論。咁但係咧，我覺得有好多嘅細節
就唔會有建議書或者唔會有其他任何嘅情況啦。我唔知呢件事係咪真啦，但係我有睇下文明呢個講法嘅，即係我頭先都有 search 下，which 佢哋都有提到嘅咁樣，咁佢就話會保留翻現有嘅系統啦。但係咧，我自己睇到文明呢個講法就係話咧，佢話如果喺恆常化嘅情況底下咧，會簽署一個叫新嘅長期服務協議，咁就係會邀翻佢哋就嗰個協議咁樣。咁所以喺呢個情況底下，我當真係可能如果恆常化咗個部分之後，都冇呢個計劃書冇建議書啊，就算係咁樣都好啦。我其實係唔相信政府去撥完款之後咧，唔會做任何嘅資金 allocation，唔會做任何嘅目標，唔會去做任何嘅評估。我係唔相信呢件事。咁所以其實你哋去 plan 嘅時候，即係有啲 concept 你哋可能講到出嚟，你哋可能真係我唔知你哋可能真係有資料啦，就係講話會有呢啲建議書啊，或者你哋 compare 咗其他，你覺得其他做法都係咁。都呢樣嘢就算係啱都好啦，你都要諗一諗就係咁佢到最後係咪真係政府唔會有任何 evaluation，佢真係會有得個機構將筆資金用到一半都要，跟住就由得佢繼續就自己就唔咗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啲邏輯上面嘅 concept。跟住第二個咧，你哋比較大嘅問題咧，同政方係有少少似嘅，但係你哋啲嘢前後會有少少，我覺得係有少少 twist 咗，或者係有少少唔係好知道自己最初嘅立場係啲乜嘢。比較明顯嘅一個例子咧，就係你哋有講到話你哋係 agree 現有嘅政策㗎嘛，所以你哋就覺得只要用現有嘅撥款方式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做到政方所講咁嘅所有嘅利處。咁但係咧，去到後場嘅時候咧，就好多講法咧唔晒啦，即係會突然間就變咗做啊，係啊，好好啊，可以繼續做啦。不過咧，其實啲資金咧，今日要有效運用咧，其實你最後咧，你都係要分翻去地區議會或者分翻去俾其他地方做。你哋全場就不斷咁樣重複一啲，就係你好似賺緊佢，你好似 agree 佢可以繼續做，但係你去到最後你個結論，其實都係會翻去就係話，其實啲資金咧真正要用得其所，要多管齊下，就應該要點樣分咁樣。呢個都係一樣，同佢哋一樣，其實係一個大問題，係啲你哋嘅講法上面，我相信你哋嘅諗法應該係真係覺得保留翻現有做法，然之後啲資金應該要更加合理咯，我理解嘅。但係當你 present 出嚟嘅時候，就好明顯地會覺得就係話，你好多時候你都只係講咗呢個立場出嚟，但係其實你心入面記得嗰啲事咧應該要去睇一睇。咁呢啲其實係一啲比較大嘅少嘢，就係你自己去睇你嘅講法啦，或者係你去睇你嘅稿件嘅時候咧，要注意翻你自己最初嗰個立場係啲乜嘢。即係當你 present 嘅時候，你就唔好咁跳脱，突然間就話其實啲錢咧咁呢啲唔係先係真正嘅多管齊下咧，即係啲章曬喺我耳中我就覺得咁你又話要即係要有flexible 嘅安排，又話要繼續做翻其他嘅做法，咁我就 confuse。如果你真係覺得其實好多方法都係分翻啲錢俾區議會，咁你嘅立場仲係唔係好似你所講咁話，覺得要有大成做法咧？咁所以其實呢啲其實都係啲講法上面嘅 preparation，係咪好簡單地？你只要講到俾我聽就話，按照社會嗰一年度或者嗰個2年度嘅需要咧，去以家嚟為咗你去標咗之後，我哋再決定下個2年需唔需要繼續有呢個 planning。如果唔需要嘅話，呢啲錢係分配翻俾其他地方更加好，其實就已經 finish 咗頭先嗰樣嗰個問題。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雙方就係因為好多時候就論證上你嘅邏輯，成個邏輯鏈咧有跳脱啦，你講完呢樣嘢就跳咗結論，或者係你嘅講法上面前後可能會有少少分別。我覺得都唔係啲好嚴重嘅大問題嚟嘅。咁但係你哋喺 practice 嘅時候咧就可以小心啲呢啲位置，咁你就會令到你自己成日都聽落係似一件事咁樣啦。我係評價呢個。唔該曬康小姐，接住我哋有請香港中文大學聯合 stream 院院長陳景祥趙永先生。Hello，各位大家好。咁首先多謝賽會咧請我嚟睇呢場比賽啦。咁我簡單講少少啦。通常咧咁樣講話簡單講少少咧，都要嚟緊要講半個鐘。咁咧大家就不過盡我真係會盡快嘅，因為有啲資同學仲有下晝仲有比賽咁，所以我嘗試講下我對呢場比賽我嘅一啲理解，或者我覺得而家大家嚟講係啲咩地方。好老實講咧，今呢場比賽咧咁早仲可以提到時間開始咧，我本身真係好有 hesitation，但係我對呢個議題係非常之有興趣。咁咧係好難得嘅，因為我大話我做評判可能就未夠20年咧，上嚟都有嗰個，咁可以引起一個興趣嘅議題咧係唔多嘅，即係大部分議題咧一係就熟口熟面啦，二來咧一係咧就係點咧，就係佢個政策可能改變咗，咁但係嗰個政策方向可以。咁
PayNow item 我哋叫 non-recurrent item。咁我做嗰 item 咧，我有每年有半年時間咧，就係去計算佢需唔需要再去追加。如果要追加賠款嘅話，我哋要點樣去 get 到去追加？我哋上 FC 啦，我哋用 SPH 啦，我哋行 budget 啦。咁所以咧呢一個題目一睇嘅時候咧，我就首先就有好多疑問。究竟佢講嘅恆常化係啲乜嘢咧？因為我覺得而家係承辦雙方，我覺得有好大分歧，亦都係大家好唔理解嘅地方。我首先第一樣嘢咧，我就會諗究竟佢話你恆常化部分啦，咁呢樣嘢係咪即究竟係好似反方所講係一樣新嘢咧？反方就話要屬於新嘅政策嘅咁樣。嚴格嚟講，我覺得唔啱。嚴格嚟講，佢應該係24 PA 出嘅，咁所以係阿超哥24年9月、10月嗰段時間嚟講嘅。咁但係咧佢 exactly 用嘅字眼咧，就真係話咧，我哋要恆常化關內咧。咁但係咧，如果你知道公共政策或者公共財政嗰個行法嘅話咧，當你咁樣講，除非關內嗰啲人係一個 NR， 而且佢會經 FC 呢個攞個新聞啦，除非係咁啦。如果唔係咧，我要落實一個同財務有關嘅啲出現嘅政策嘅話咧，咁就都要等就不住。咁所以咧，你話2022年咧，技術上唔啱，但係實質上咧有可能係，因為佢實際上要體現到恆常化翻呢一個咁嘅新做法咧，一定要去到我2022年公布嚟做咯 ，which 係仲未過。佢等佢過咗咧，應該先至係做到啲嘢。咁所以係非常非常之新嘅。咁如果又要非常非常之新啦。咁跟住係2月尾啦，最尾一個禮拜3啦，對唔對？3月咧就係2月就會做得成個問題啦，咁4月就係 Special FCF 嘅會議啦，5月先至過部分嘅草案啦。咁所以究竟嗰樣嘢係點樣嘅咧？好可能一個討論咧係未完成，或者坊間咧個理解係唔充分。咁所以我就好想知道究竟喺咁嘅情況底下，而以我理解啦，即係大部分辯論講都慢慢地打去辯論就會知嘅。其實你睇新聞咧，你係會發現記者其實係唔知嗰樣嘢做啲嘢。咁所以究竟你哋嘅理解可以講到幾多，或者你哋會用咩方式演繹呢樣嘢？咁就我好有興趣去知道。咁首先我自己咧唔係一個一般嚟講啊，唔係一個會為睇辯論咧做好多準備嘅。咁但係為咗呢場比賽，我都專登去睇咗咧，究竟話喺 budget 裏邊咧，咁因為我哋 budget 其實除咗嗰啲 speech 之外啦，咁其實佢真係 budget 咧，佢係一大堆我哋叫做第一個網頁撳咧就叫 aspect 啦。咁如果你真正嗰份嘢就叫 control option report，咁佢就會有一大堆數字咧，同你解釋究竟啲錢係擺喺邊度，喺邊度。咁咧其實你如果留意一下，我哋就發現咧，其實關內嗰個撥款咧，由佢一開始撥款初開嗰時係有幾錢啦。咁佢已經係2張 item， 其實佢一開始已經係有經常性開支，咁佢係冇從經常性開支變成非經常性開支。咁所以我哋恆常化關內嗰個撥款係唔係講緊話我哋將呢一個撥款嘅方式好技術性或者好財務性咁樣有一種 recurrent item 變成一個 non-recurrent expenditure 咧，其實就唔係嘅。咁所以好大程度上咧，我哋需要理解咧，就係呢個關愛隊撥款恆常化呢件事咧，係 more layman 或者 more generic 咁樣去理解，而唔係好財務咁樣去理解。我要恆常化一個上嘅事情。咁所以咧，當超哥喺 PA 講完我哋嘅恆常化關愛撥款之後咧，咁喺 budget 裏邊咧，咁阿財爺咧就已經冇再用撥款嚟支持。咁佢就係話我哋要恆常化關愛隊嘅配置。咁而娟姐喺其後最近呢一個月咧，去解答 Special FC 嘅問題嘅時候咧，佢都係講話特首咧喺舊年24年嘅 Policy Address 開始咧，就講話我哋要恆常關愛隊嘅配置嘅。咁以我理解，佢就冇再講撥款呢個字。當然唔係超哥講得啱，超哥講嘅嘢一定啱。不過即係佢驚你哋唔明咧，咁所以咧。佢就盡量令到大家唔好有咁多誤解，咁所以我理解咧就應該係，其實佢唔係講緊錢嘅，佢唔係講撥款方式，撥款方式我幾傾向同意係最終係會等於政綱所講係維持現況嘅，只不過喺我一個同樣本模式底下，關愛隊嚟可能單純計算點嘅，我要有幾多隊關愛隊啊？我要喺幾多個區有關愛隊啊？有幾多小隊啊？我哋點樣？佢哋係咪透過去制定一啲我哋而家嘅 agreement 啦，去報
個協議嘅 term 係幾多咧？因為娟姐最近講得最多嘅應該就係話，因為一開始咧有兩個區嘅 house scheme 嚟㗎嘛，咁所以佢個 term 咧本身就其他區唔同啦，如果我哋拉成翻 term 咁樣，咁拉成翻個 term 嘅時間啦，或者我諗佢內容上佢都會停得翻少少。咁呢啲就係佢冇講到正常，有好正佢講嘅呢啲就係所謂嘅恆常化關係隊嘅配置啦。咁透過恆常化嘅關係隊嘅配置，當然關係隊嘅撥款都係恆常化啦。咁但係就唔一定係講嘅，真係有個撥款方式出現咗嘅，或者我從來冇聽到或者冇睇到佢哋點樣去解釋佢哋個撥款方式係點樣。而摩嚟講緊佢哋喺計算呢個撥款嘅時候，佢哋喺決定要撥款俾關係隊之前嘅嗰堆前置工作，嗰堆 set up 嗰堆 framework， 可能我哋做 standard， 可能我哋做恆常化。咁所以我會從呢一啲咁樣嘅仲討論緊嘅細節入邊啦，我會幾傾向覺得佢係似係正方所講，佢係將關愛隊由 pilot scheme 或者有部分 pilot scheme 嘅 implementation， 我將佢定義成一個我以後會恆常做嘅一個方法。而因此，我哋對呢個恆常會做嘅方案，當然都係恆常化啦。咁所以超過個年數啦。咁 instead 咧，instead of 我自己會覺得通常可能反方啊或者正方案。會用好多 knowledge， 會用好多推論或者類比方式去類比其他恆常化係點樣做嘅。咁所以關愛隊撥款恆常化咧就一定係一樣啦。變相係 knowledge 嘅，我會更加希望係真係關愛隊撥款呢一件事或者關愛隊嘅 operation 自己本身係咩？你實際上做緊啲咩？我要知道呢一啲係元素先知道佢同你對比嗰個對象一模可唔可以？咁建基喺呢個基礎之上，咁我就解釋下我點樣睇正反雙方今日討論嘅最重心嘅嗰個部分係啲咩？咁我先講反方，我覺得反方擺喺最大部分時間講嘅就係、你會由有 proposal 變成冇 proposal 啦，咁所以咧就行呢個就係所謂恆常化。咁正如我剛才所講嘅，咁你最大嘅 topic 我會覺得就係教資會啦。你話教資會咧，佢係恆常化嘅撥款嚟嘅，咁佢唔需要 proposal 嘅，咁所以咧關愛隊嘅撥款一旦恆常化就會變成 proposal。咁我覺得呢個邏輯理論上唔係好通，而且我覺得幾基本嘅，其實係即係 A and B 咁你其中一個會恆常化撥款嘅地方，佢係唔需要交 proposal， 等於其他都係冇 proposal。我覺得好難直接推論到嘅。咁而更加重要嘅係，正如正方後邊會講啦，咁你話所冇 proposal 啦，教資會係咪等於亂咁用咧？即係喺你口中會講到咁極端，咁我都覺得好難相信。即係一來對正方所講，係咪點都會有某程度嘅監察咧？第二就係我再推願意等個教資會喺個推個一兩個款俾佢，咁係咪講埋中大出單做一年，我哋都事必定要俾錢佢咧？我好難相信會係咁樣。咁所以究竟所謂嘅冇 proposal 同埋你最終講關愛隊就會亂咁用啲錢啦，中間嗰個 connection 有幾直接咧？都有啲話。咁就正如我剛才所講啦，咁我做嘅都係一個 non-recurrent 嘅 item， 咁都涉及咧要同一啲秘書處啊，成日簽訂一啲公務協議啊，成日咁樣。咁你可以話雖然佢 non-recurrent 咁但係你都可以話恆常撥款俾佢嘅，唔係一年一次，我一年到兩次簽俾佢。咁但係一樣，即係我都覺得 pretty simple 嘅，即係唔單止係我做嘅幾個 item， 我 pretty sure 咧呢一啲商品都係幾 standard 上 over 成即係標籤嚟。咁所以佢裏面肯定會有啲 implementation 肯定會有啲 evaluation， 肯定會有啲。如果你做唔到咧，政府就有唔知hold 你筆款項嘅 indefinite 或者罰咁樣，又或者可能佢要求你加翻雙倍數啦，咁又做 interest 一定係有啲嘅，好難相信係會好。咁所以有冇反方講到咁極端話，因為我恆常化撥款，因為冇 proposal， 所以我哋就冇監察亂咁用？我覺得冇乜可能。當然，正方嘅反擊嚟得比較前，力度比較長。咁所以就變咗我先話對事嘅，剛才所講，好似反方講咗好耐，好似好輕鬆就講咗，就會特別拉咁樣。which 我唔係好同。咁當然啦，對於有冇 proposal 呢樣嘢，咁正方嚟得比較前，嚟得比較冇勢嘅反講緊乜嘢我覺得都有啲 mix 嘅。咁一來你可能話唔係啊，其實而家我哋都會有 proposal 啊，成日我哋娟姐都話我哋會跟翻而家，我哋會一人簽協議啊咁樣。即係有時又話唔係喎，咁我哋緊急啊危難嗰啲
所以我覺得都可以做得好啲啦，咁所以但係整體嚟講，關於反方嘅主要論述，我覺得唔係完全冇道理，但係我需要更加多嘅說服力印證你嗰個道理喺事實上實質。咁如果唔係嘅話，我覺得近天成嗰個力度係比較呢個係關於。咁關於正方咧，咁喺你哋嘅諗法裏面咧，老實講咧，我唔覺得你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決定調關愛隊撥款恆常化就係等於維持現狀啊！我唔係，因為我唔係好聽到你又擺好多場去解釋點解咧關愛隊撥款恆常化就等於我哋維持現狀就等於恆常化。咁你好簡單講，我哋就即係維持現狀啦咁樣。咁但係你嘅 evidence 上啲咩 proof 係邊咧？其實我都聽唔到。咁你一樣係用類比啦，即係2蚊計劃恆常化就係咁啦，咁所以我哋就係咁樣啦。咁但係我覺得唔足夠嘅，咁我會希望聽多啲論據啦。咁而喺呢一個邏輯底下咧，咁我就明白咧點解你哋咧只係將你哋嘅稿件或者大部分嘅稿件咧都集中只係講關愛隊現在做得唔好，因為喺你嘅底層邏輯就係後面嘅變啊嘛。咁我哋只需要講佢而家係做得好，咁就夠啦咁嘅。咁所以如果我係信嘅話，如果我係拜恆常化，就等於將而家嘅嘢延續落去繼續做，就係咁簡單，冇其他改變嘅話咧，咁我就有可能拜你哋嘅嗰一套論證邏輯。咁但係就好取決於評判點嘅題嘅，因為你哋中間冇解釋到點解恆常化就等於維持 prevalent 做法就等於恆常化。咁我覺得係。咁但係咧，我又有啲唔同嘅評判話反方一路講好多嘢咧，都正方會 challenge，但係其實反之，正方一路講話關愛隊好正啊成啊咁樣。咁當然啦，反方策略上嘅我哋講話，我都覺得關愛隊正啊成啊，我哋淨係講撥款方式啫。但係我有啲懷疑，需唔需要喺策略上面衰到咁細嘅？特別我哋即係而家同444而家咁長嘅賽制嘅話，老實講，關愛隊嘅 operation 係咪無懈可擊？可以反方一出嚟就話，喂，你真係太正啦！即係我哋就淨係講技術細節，係咪即係咪一個我覺得有利嘅做法咧？關愛隊嘅做得好好，或者我維持現有關愛隊嘅做法，繼續 keep 住撥款俾你，繼續俾你咁樣做，係唔係一定好或者冇弊處咧？我會覺得其實有空間可以去係講資源傾斜嘅問題啦，可能係我施予者或者受眾啦，即係施予者咪就係嗰陣咯，或者參會或者參會者係區議會嗰陣啦。咁受眾咪就係佢哋嘅全區嗰陣咯。咁其實佢哋嘅員工咪即係佢哋平時裝具咯。咁嗰個經濟問題係咪一個問題咧？又或者正方成日講話，喂，我哋會有個有效分工啊嘛，我哋會同區議會咁尊貴嘅議員佢哋做啲大事啦，咁樣義工我哋嗰啲咩聯合國嗰啲交俾你哋啦，其實唔係嘅，事實上就係尊貴嘅何君堯議員都會幫你換電燈膽㗎嘛，即係當你有上機嘅時候。所以個事實就係咧，關愛隊做嘅一樣嘢喺冇關愛隊之前，其實都會出現，只不過嗰時係政府冇俾錢佢嘅。佢作為議員，作為區議員，佢作為佢嘅地區服務，佢作為佢嘅裝腳嘅動員嘅一個部分，或者前置工作，佢不嬲都會做緊。關愛隊嘅撥款嗰一紮人冇關愛隊撥款嘅時候，好大機會佢都有做呢啲義工。咁所以嗰個所謂嘅有效分工係咪真係事實咧？咁我係有啲懷疑。咁當然啦，即係正方你自己會咁講嚇。咁但係我覺得關愛隊係咪可以被挑呢？或者唔可以嘅？所以亦都有啲懷疑。導致我會覺得反方喺呢方面啦，即係對於正方嘅呢個論述咧，係唔係好似佢一定要好似佢今日咁講得咁順咁不被 challenge 嗰度咧？我都覺得有啲懷疑。我都懷疑正方有冇預想過俾人 challenge 成會點辦咧？因為以你哋嘅主持嚟講咧，就係似乎係多管齊下就係諗係唯一嘅應對啦，就係話咁咪一齊做咯咁樣，咁咪大家做咯。咁但係個問題係咁簡單嘅啫。咁所以我自己會覺得特別喺一個咁長嘅賽制咧，會有多啲嘢可以談，可以成關，可能正方係談關。咁係啦，咁我講少啲就講到呢度。香港環書中國電腦教練家樂先生，我哋點睇？
試下多啲由個即係可能辯論場上 technical 少少咁樣去講下我對於場比賽睇法啦。首先咧，我覺得睇完場比賽之後咧，我覺得即係我對於雙方最大嘅即係我覺得啊，雙方最大唔同嘅地方係 which 其實大家前日都唔係解釋得好多咧，係究竟要恆常化一樣嘢，即係恆常化呢個撥款嘅條件係啲咩？即係究竟呢個政府咩情況下要決定一樣嘢係應該恆常地做咧？咩情況下係唔應該恆常地做咧？呢個咧反方係多少少着墨，但係都唔係好清晰。而正方其實係唔係好聽，即係我會 get 到你嘅立場係咩，但係其實佢又冇乜解釋嘅。先講正方，咁我同意前兩位評論講嘅，正方嘅好大程度上嘅立論嘅前設咧，就係要覺得即係話簡單而言，正方嘅邏輯就係覺得因為關愛隊做好多，即係做咗好多對社會有利嘅事，咁所以就要繼續做啦，咁所以就應該要恆常地撥款啦。咁其實我一個邏輯就係咁簡單，以至於其實正方嘅三個論點咧，都係其實你嘅推論嘅終點都唔係所以要恆常化撥款，因為你三個論點嘅推論都係，所以佢對呢個即係關愛嗰啲人工西咧，對呢個社會咧其實係有利處，咁就完啦。咁然之後你就 base on 啱啱嗰個前設上先去砌埋邏輯點嘅最後一步，就係因為佢對社會有利處，所以呢件事咧就應該做撥款啦。咁我諗呢個就係正方最大嘅即係立論最大嘅咁樣。咁我諗反方就係啱啱好，反方就係 challenge 你最後即係反方就係 challenge 你嘅前設，因為反方成條線咧都係即係講佢對於嗰個恆常化撥款嘅條件咧係比較嚴苛啲，即係佢多少少即係你要用得其所啦，跟住你要有建議書嘅即係你要有建議書，跟住要人去把關成，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條件。咁所以佢反方嘅人會覺得其實你有利處咧係並不足夠，因為有利處之後咧就依然要有多幾個條件先至可以講得出佢係要有，即係佢先會可以論證到佢係佢可以有一個恆常化撥款，或者恆常化撥款真係好有利處。咁首先咧，我覺得正方即係今日成場比賽我覺得正方嘅負面反應略為慢咧，就正正就係唔 realize 對面就係攻擊緊你自己嗰個前設，因為你嘅論證好多時，即係其實就算去到三股都係咁，去到三股都仲係講呢樣嘢好有利處，而家股都唔夠啦，咁所以佢要俾錢啦，咁所以佢要恆常化咯。咁但係其實反方 exactly 就係捉緊你邏輯點中，即係最後臨尾嗰兩步中間嘅嗰個，佢就係覺得唔係咁。咁如果反方嘅，即係如果正方嘅反應係夠快嘅話，其實正方係會比較早，應該可以早啲去質疑對面嘅呢啲條件嘅，即係例如啱前面係會有講，咁係咪真係要建議書咧？或者維持現況係咪就已經係即係維持現況係咪已經叫做恆常化撥款咧？或者對面講嘅嗰啲教招會嗰啲係唔係即係佢係咁做當代表所有嘅恆常化撥款就一定係要用呢種做法咧？其實如果正方係 realize 呢一樣嘢，即係可以快啲 realize 呢樣嘢，會早啲出到呢啲法學。其實唔係冇出嘅，我覺得佢好後段係有出。我好似係有喺台下，即係開始佢台下就聽得多啲啦，或者電影聽得多啲。但係前兩個副面都係比較 focus 多啲去講即係好似上一位評論所講啦，即係可能喺啲同區議會重疊啊，或者啲錢花去關愛隊會做多啲嘢啊。咁但係都係冇解釋過點解個邏輯上面即係符合關愛隊做到呢樣嘢做得好，咁所以就要恆常化撥款咧。咁呢樣嘢究竟係咪真係即係邏輯上係咪真係成立咧？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對面比較質疑多啲，而我比較聽得少啲嘅位。所以我覺得呢個位係應該會解釋到點解分子喺正方嘅負面嘅內分就會比較稍低，就覺得欠缺呢樣，即係中間漏咗呢樣嘢。而我本身係因為條件係講緊恆常化關愛隊撥款，唔係關愛隊對社會發展理解與維護，即係我本身期望，即係我仲會覺得應該要着墨多少少講究竟恆常嘅條件係啲咩？點解佢值得恆常？例如即係反方因為成場比賽不斷地 challenge 話，你講緊啲嘢，即係各區嘅需求都會唔同㗎嘛，咁所以就你要即係要按住唔同嘅區去決定呢啲錢去點樣，係咪真係撥落去？咁如果即係假設，即係咁除咗第一位評論有講過正方嘅可以思考進路之後，咁另外一個思考進路就係、其實關愛隊我聽落去正方講嘅嘢係應該 basic 到每一個社會都會發生嘅，即係你例如講換燈膽都唔通大會區燈膽就會燒㗎嘛，咁唔係嘅嘛。所以如果你可以講得清楚啲，其實佢關愛隊做嘅嘢係真係啲好 basic，係啲日常生活每個人都會面對到嘅問題，然後佢係
所以呢堆錢係點樣幾時都需要嘅。而你唔憑上法部分咧，就會有即係可能有唔少嘅問題啦，就可能係你 planning 就會好唔充足啦，或者可能咩啲義工，即係我啱啱睇話啲義工可能點啊要自己揞錢啦，因為唔夠錢啦，做唔到佢要做嘅嘢等等，諸如此類嘅東西。咁仲要聽得多少少點解我需要恆常法？咁即係我覺得對於政府方面嘅主線，我嘅即係我嘅 comment 係咁多啦。咁至於去到，所以我覺得去到負面咧就係就係你會唔會有人數啲嘢嘅問題？咁我覺得尤其是去到二副咧，係好明顯聽到係唔係好 realize 到個大家嘅分歧喺呢度，因為二副係講好多不合話，例如我對面覺得關愛隊係英文不正，或者對面咧覺得同區議會嘅職能重疊咁樣，聽落去咧就覺得似係想打話我關愛隊要撥款，但係就即係佢要有關愛隊喺度啦，咁但係點解要係恆常地撥款俾關愛隊嘅，唔係按住個需要咧？呢啲都係冇解釋到。所以點解即係我覺得或者三副打經濟啦，話而家唔夠錢，撥款不足，跟住就講啲錢點用，跟住就話我哋打下關愛隊咧係會 efficient 啲嘅，咁亦都係只係解釋緊用咗有關愛隊呢樣嘢嘅好處係點嚟，但係點解我要恆常化呢個好處咧？咁其實係唔係解釋到。咁呢個係即係我第一個 observation。第二個 observation 就係我覺得即係可以體現到政方冇 awareness of 個比賽分歧係其實係源於嗰度咧，就係政方嘅比較三個負面咧，比較即係佢喺呢層辯位上面咧，都唔係好嘗試去拆對面嘅定義。咁即係對面即係或者係比較慢啦，最少就係即係對面不斷地講直對面我覺得今日反方反應比較快，或者 cut 得比較足嘅咧，就係佢由一副開始就已經好，即係就已經開始會嘗試去確立咗佢個定義，就係學恆常化，就係要固定撥款報計劃書，呢個係一副聽得好清楚。咁政方就比較少去 challenge 呢樣嘢，即係實際上要係咪真係咁樣啦？咁即係我自己比較聽到嘅就係二副就一句講，我都可以有計劃書，都可以入後面嘅咁樣，咁但係只係一句，咁就冇將佢變成個冇將佢變成個戰場嘅 focus，然之後嘗試去擺眼力落去對面嘅意見度啦。三副亦都係去到最後，即係三副亦都係佢不斷話例如你嘅 KPI 係要即係會基於你要提交嘅計劃書咁樣，咁但係對面就話冇計劃書，咁亦都係體現到其實即係你首先明白到你要解嗰個定義，你要拆嗰個定義，你先可以講到你後邊嘅嘢。咁就變咗，即係我覺得對於政方嘅 comment 嘅話，就係政方嘅負面就係比較即係要 aware of 緊個比賽分歧喺邊度，然之後去拆個分歧。即係至於反方嘅話咧，就我其實咧係比較即係我都係同上一期一樣係有質疑究竟乜嘢係恆常，即係究竟恆常化一個撥款，究竟實際上係咩玩法？即係究竟係需唔需要 proposal 啦？係咪真係完全冇按盤啦？咁樣我係比較有 reservation。咁但係就因為我對於呢個究竟實際上乜嘢是恆常化咧，其實最後打個比賽最後都係口同鼻拗，即係政方就話喂唔係咁，一定唔係咁，反方就話係咁樣。咁所以就即係基於呢個口同鼻拗，大家都好似講到啲類比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對於成場比賽嘅即係喺呢個戰場上嘅走勢就會立於係即係就會係建基於雙方嘅反應啦、辯理啦等等。咁我覺得反方因為有樣嘢做得比較好咧，就係就住呢一個，即係我諗呢個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戰場嘅位啦。就反方已經係比較落得多功夫同埋預咗呢個係會係一個大嘅戰場，所以就好快喺反一嘅時候就喺手段成效對象呢個框架嘅手段裏面已經有解釋過。咁我覺得呢係幾值得欣賞。咁但係咧，即係我覺得反方都係有少少同樣地有啲嘢係你assume咗係有激突，然後係冇乜點解釋嘅。我最主要嘅質疑係在於，即係就係在於個關愛隊究竟係咪真係咁冇往本，係咪真係關愛隊想做乜㗎啦？咁喺呢度咧，即係反方咧就好似會講到個關愛隊其實係有好大嘅自主程度嚟去做啲咩，即係可以決定作開一個 proposal 話我而家要幾條橋咁樣，咁跟住即係如果你恆常化嘅話，你只要俾錢我，咁我就起㗎啦。咁但係唔係個社會要嘅嘢啊嘛咁樣。咁即係反方就好似講到係一個有好大嘅 economy，咁所以咧我需要去一啲嘢去掣肘佢。咁首先就係如果一個關愛隊真係可以個決策權咁大，係完全決策，即係好似一個佢自己係一個獨立嘅機構可以決定做咩，然後係建基於個政府係咪咁樣撥款俾佢咧？呢件事係需要解釋多啲，即係先要解釋多啲。咁你先至可以講得通，所以我需要有監管，所以我唔應該恆常化。咁但係咧即係而我覺得政方
felony 去 raise 嘅質疑啦 raise 得比較遲嘅，就係其實正方越去越後咧，會越講得多其實佢係可以有好多 constraint 有好多限制，要 work with 區議員啊等等咁樣。咁去到後場嘅呢樣東西站唔站得住腳咧？我係有，即係我係覺得好似唔係太站得住嘅。咁所以即係如果我覺得正方有個問題喺反方身上同樣都有，就係即係究竟你立論嘅前設，你好大程度係建基於關愛隊，好似即係佢可以亂咁嚟嘅 basis 係啲咩咧？其實可能需要解釋多啲啦。咁以至於呢個前設當被正方質疑嘅時候，我覺得反方太覺得呢個係一個其實我哋就唔係查得好足。咁而同樣地 spot 唔到個，即係我覺得反方相對於正方喺 spot 即係 spot 個比賽分歧，或者你知道比賽什麼東西是最重要咧，呢方面係做得比正方比較好嘅，但係都會有啲地方體現到係唔係太即係唔係太理解嘅。咁我諗個主要就係擺喺結言，因為結言就比較即係比較着墨多啲去即係多啲翻嚟嘅主線啦。但係其實同人哋啦，你主線嘅前提，你要成立嘅前提都係要建基於對你嚟講恆常化撥款就係你講嘅嗰種，即係要即係唔需要做高數啦，直接地分明啦，俾你分明你做乜都得啦咁樣。而呢個其實係打到越後咧，即係我明白點解反1、2即係反1、2、3打到足啦。咁但係其實真正嘅施加壓力嘅位咧係嚟自於正方越後場越多嘅壓力。咁所以去到反方嘅時候，我覺得反方就唔可以呢一刻咁 take for granted 就直接踢波㗎啦。咁係即係我諗都會有少少啲意思上。所以 overall 嚟講咧，即係如果我哋解釋個分子就係對於乜嘢係恆常化個部分咧，其實我聽完之後聽完成比賽，我自己都係冇一個確實答案嘅，實際上呢個公式點 work。而我將分子嘅比分就係建基於個即係大家嘅嗰個即係便利啦、反應啦，你有擺幾多程度上去 anticipate 你要打呢個位，然後你嘅反駁夠唔夠充分，跟住你嘅即係你嘅回